各位同學，今日我哋嘅中華文化體驗日5年級會安排中國嘅傳統剪紙作為我哋新春嘅文化體驗。咁首先睇一睇，喺開始做呢一個剪紙嘅體驗之前呢，材料就會有呢一個嘅裝飾紙板1張，剪紙嘅模板1張，同埋2張紅色嘅手工紙，已經分發咗俾各位同學。接住落嚟，首先請同學準備你嘅鉸剪。喺呢一個嘅剪紙嘅模板，會見到有上下兩半嘅圖案。請同學先將呢一個剪紙嘅模板對接，對接咗之後，攞鉸剪沿住中間最粗呢一條嘅黑色線，將佢剪開一半。剪開咗一半之後，就會見到圖案上面嘅中間有虛線。現在請同學再依照呢一個虛線，將呢個紙對接。對接好之後，就可以先放埋一邊，一陣間我哋就需要使用。然之後就再請同學將2張紅色嘅正方形嘅手工紙同一樣對接，跟住就可以將呢個紅色對接好嘅手工紙放落去我哋春字嘅呢一個嘅模板嘅裏面，將佢搭好，然之後夾實佢哋，對接好，跟住就可以攞起你嘅鉸剪，將呢一啲有斜線深色嘅部位，攞鉸剪將佢哋剪走。呢個部分剪走，呢個部分剪走，然之後再沿住佢嘅外框，將整個嘅字剪出嚟。咁呢個圖案就完成㗎啦。同一樣，另外一個吉字，我哋都一樣係咁樣嘅操作，將紅色嘅手工紙夾喺模板嘅中間對齊，必須要對齊好。咁檢查下呢，盡量唔好有分離，咁先至將呢個剪紙呢會剪得完美嘅。咁同一樣都係將呢啲深黑色嘅部分剪走，呢啲深黑色斜線嘅部分剪走，然之後再沿住呢個吉嘅外框圖案，將整個大吉嘅圖案剪出嚟。咁最後亦都完成㗎啦。最後同學剪好之後呢，製成品應該係咁嘅樣式嘅。咁我哋就可以將呢剪好咗嘅呢個紅色嘅剪紙圖案，將佢慢慢嘅打開，你就會見到你所剪出嚟一個好靚嘅春字。仲有另外一個吉字嘅圖案，剪好咗都一樣，將佢慢慢打開。跟住就可以攞漿糊筆，將呢一個咁靚嘅春字黐喺呢一個裝飾紙板嘅上邊，然之後個吉字就可以黐喺呢一個紙板嘅後面。咁我哋就完成咗一個製成品啦。咁你留意到紙板呢上邊亦都會有一啲呢通空嘅部分嘅，我哋就可以將佢呢全部都將佢呢挑走。咁最後呢，你就會將呢個最靚嘅製成品就可以帶返屋企陪你過新春㗎啦。咁補充一下講解，
咁因為我哋資源有限，每位同學所獲發嘅材料都係得一份嘅啫。咁如果萬一真係喺剪紙嘅過程裏邊唔小心將一啲紙剪爛咗的話咧，咁同學都唔需要擔心，亦都可以攞翻咧你哋嗰個白色所剪咗嘅圖案咧貼上去都冇問題嘅。咁跟住你就用你咧嘅方法將佢塗上最美麗嘅色彩，加啲裝飾，咁都一樣可以咧彌補到喺剪嘅過程中一啲嘅失誤，所以同學都唔使灰心。如果所有嘅剪紙喺過程中都因為失誤而剪爛晒咧，最後同學就用最簡單嘅方法就可以直接喺呢一個嘅裝飾板上邊畫上你喜歡嘅一啲有意思嘅新春嘅文字或者圖案，都一樣可以用最簡單嘅方法去完成嘅。